即马是酸亚当咧大出的季节，今年雨水少，产量变低，煞变做是败市。台南市农产品促销协会为着要甲农民斗相共，有背3000斤的酸亚，举办期场背食酸亚饼的比赛，伫现场也有传3000碗，要来互这民众食面子。 采访开始，参赛者拼命要甲这碗酸亚饼吞落去，就算食甲塔卡巴巴，嘛是一喙过一喙。除了食饼比赛，现场嘛有3000碗的饼，互乡亲免费来食。一透早来排队民众，叉，不管日头有偌大，就是要等食这碗清甜的酸亚饼。来这顺区的资源就得第一名。台南家的酸亚最好食，所以讲我有睇到就欢喜的。最主要我们是要来推销我们在地的芒果。 台南市农产品促销协会甲农民买3000斤的酸亚，佮举办食饼比赛，就是要替农民斗行销。因为台南市全台种酸亚的大产区，开农品种的面积将近有7000公顷，产量估计有89000吨。今年因为无雨水，肥料较济，产量嘛比去年增加，果粒煞较细。实在去玉井的青果市，侪农民怨叹销路真歹，计销嘛对咧啦。这酸亚卖袂出去啦，啊，就看会当然再种，政府会当然再种，这好行啦。另外这堆伫遮。啊，你今年就落落剩40-50啊，啊，就无法度啊。啊，你货济就一定若无人来买。 今仔日卖无去，明仔就一定当啊！期中每只酸亚比赛已经连续举办12档，来参加的人一档比一档较济。可能希望政府会使斗行销，甲台南上好食的酸亚推广出去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